伫咧新店有一间车轮店，这头家对拍片是真有兴趣，佮会捞几句客语。这自媒体频道也互伊做甲撑起来。不过最近伊也讲，因为讲客语这Google评论拢互人拍一粒星。不过伊也强调讲，会继续拍片，继续讲母语，讲合法。贴一句客家话，教你怎么讲客家话。阿姨，你是山下族人？对。那香肠你会讲吗？对，唔会。燕葱。燕葱哦，我本来讲用葱。趣味的客语对话，民众看到嘛感觉深刻。新店这间经营超过30年历史的车轮行，头家本身是客人，发现客语伫生活中愈来愈罕得听到，所以就讲客语翕做影片放伫网络顶，反应袂歹。不过最近却发现，咧网络评论，互人写得1星的负面评论，原因竟然是讲客语。你说我的技术不够好，再来说我的服务不够亲切，这都我可以虚心接受。但是你不要讲我讲客家话嘛。我觉得他只是用不同的风格去呈现出客家，让年轻人会觉得客家话没有那么难，可以生活化。头家讲，家家店就开伫客家族群较济的社区，平常时厝边隔壁乱用客语开讲交流，这就是因的生活习惯。头家嘛表示，希望大家拢会当尊重无共地区的文化，讲母语无应该互人翕相。其实网络上一些酸言酸语，我都能够虚心的接受。但是你针对我们客家话这个东西我当下看到的时候是有点难过，然后不舒服。对，我觉得我们客家人不应该这样子被歧视啊。讲客家话得到1星负评，我觉得很不可思议。因为呢，它是多元的社会，客家话呢已经是国家语言之一哦。所以我知道大家要互相的包容、互相的理解、互相的了解、互相的尊重。头家讲未来继续用家己的方式，把母语留伫生活内，互更加侪人知影讲母语无应该受到任何的差别对待，嘛袂当互母语伫日常中就安尼点点拍无去。记者杜君豪，新潮报道。